同班同学小光、荣仔和阿唐，此时正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上了一整天的课，好累啊。对啊，我现在好想要赶快回家洗个热水澡，再吃碗泡面。你还吃？阿唐，你走去哪啊？哎呦，咦，已经到和平北路了哎。小光，你们家不是在刚刚那个岔路就要转进去了吗？老实跟你们说，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回家。为何啊？难道你家没 WiFi？ 哎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家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嘛！不信你们自己看。你总算给我回来了。你们补习不是不到10点吗？自己看看现在几点？11点。明天不用上学就可以这么晚回来吗？都没有时间观念吗？难怪考试考成这样，还不快去读书！自己不努力，别指望我会养你一辈子。你给我！好，停！你们看，我妈根本就有躁郁症。小光，你回来啦？怎么那么晚啊？对了，你上次说你期中考的那个数学几分啊？48啦。这样你要考72啦。72不是很难吗？如果你没考到，那是不是要重修啊？那个重修还要缴费对吧？可是爸爸。是，我知道，爸爸你随时都可能被上司辞职，我们家随时都可能会没钱，所以我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赚大钱，不花家里的钱。我爸应该有忧郁症。哥，你回来了，帮我倒一杯水，谢谢。那给你。可是我想要加一点蜂蜜，你再帮我加一点蜂蜜好吗？我不要太多哦。拿去。怎么没有冰块啊？哥，你忘记我喝水都要加冰块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妹，严重公主病。小光啊，我是很同情你啦，只是这么晚了，还是早点回家比较好。我要是太晚回家，我妈也会骂我的。就是啊，荣仔说的没错。你们看那个人不是我们班的庄胜杰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怪怪的，讲话都什么哈利路亚，什么感谢主，吃饭之前还要闭着眼睛那个。同学们，愿你们平安。我们很平安。你们可知道明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知道啊，不就是那个圣诞节吗？没错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。你们有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吗？没听过，没关系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啊，我从小到大已经不知道听过几百遍了。就是什么东方来的博士、牧羊人、星星什么的，最后出生在马槽的故事吗？哎呦，这种神话故事谁没听过啊？不，这位弟兄，这可不是神话故事，这是……行了，这些故事你慢慢讲给小光同学听就好。我真的要回家了，再不回家，我连吃泡面的时间都没了。小光、阿唐，我先走了。
那个，我也要先回家了。龙仔，等我啊！喂，你们，啊，真是一群损友啊！小光弟兄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世界上的诱惑固然很多，但唯有那忍耐并坚持到最后的……好了，停，这样吧，剩下这些我全都帮你发了，你也赶快回家吧。去，乖，听话，快回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！没想到我的祷告这么快就蒙垂听，不到10分钟全发完了。啊，真是，带回家当计算纸吧。今天是平安夜，小光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，不想回家。街道旁的圣诞树装饰得很漂亮，树上的小灯泡一闪一闪地照着，却照不进小光空荡荡的心里。咦，那里什么时候开了一家店？圣诞礼品专卖店，奇怪，以前没看过啊。对了，班上的交换礼物还没买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于是，好奇的小光就这样走进了这间店里。只是他并不知道，之后等待他的会是一场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奇特经历。欢迎光临！咦，这不是小光同学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哎呀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来，坐着，怎么样？我的店很漂亮吧？可是老板，这里不是礼品店吗？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真正的礼物啊，是你要用心去体会才能看得到哦。这样吧，我送你一段故事，当做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好了。你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吗？不会吧！求求你别再说这个故事了，我都快背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说的这个版本啊，你绝对没有听过，而且保证会让你永生难忘的。永生难忘啊！从前，在犹太的伯利恒城里，耶稣基督为世人降生在马槽。在旷野地中，天使向牧羊人报了如此美好的讯息，牧羊人便一同来朝见他。小光，喂，很好，他睡着了。众将士听口令，是。一定要给我找到在伯利恒诞生那个自称犹太人之王的婴孩。遵命。奇怪，圣诞礼品店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些人？老板呢？喂，你是新来的吗？怎么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？我，这是在演古装剧吗？我是不是走错棚了？
喂，你这人讲话怎么怪怪的？既然是新来的，认真点。希律王吩咐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最认真听啊？希律王这个名字好熟啊！啊，难道就是那个要杀耶稣的希律王？不会吧？我该不会在做梦？会痛哎！难道我真的穿越了？喂，问你话都不回答哦。啊，对不起。对了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演到哪里了？啊，不对，你们找到那个人了吗？你是说希律王叫我们找的那个在伯利恒里出生的婴孩吗？看来他们还没找到。等一下，如果这真的是耶稣降生的事，那么代表，这个故事我明明听过很多遍了，怎么想不起来啊？所以那3个博士已经来找过希律王了吗？对了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只要告诉希律王耶稣降生在哪里，我不就能改变历史了吗？哇，太好了，就这么办吧。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，你们去告诉希律王，我很快就会找到那个婴孩，叫他准备钱来抵我。拜拜。喂，什么钱啊？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于是，为了拿到钱的小光，开开心心的去寻找那位传说中诞生在马槽的婴孩。这伯利恒城也真大，走了那么久，怎么都还没看到星星呢？乖羊儿，好羊儿，多吃草，吃胖胖。咩咩。咦，那个人是，好眼熟啊！这不是庄胜杰吗？你也来啦，演技不错哦。你是谁啊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别装了啦，你这张脸就算10年没见到我也认得。你去哪里弄来这只羊啊？天哪！妹妹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妹，嘿嘿，这位客官，你也知道我们家妹妹的名字哦。不是，你们。这只羊可是我要带去献给弥赛亚的礼物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他为我们降生的日子。算了，我也要去找弥赛亚，你知道怎么去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有信心，有一天一定会找到的。那算了，你们还是自己去好了，我赶时间。放心，那我往这边去喽，这位客官慢走哦。咩。天哪！如果这是现代，我一定觉得自己疯了。我妹跟庄胜杰，什么组合啊？乳香、没药、黄金乳香没药，乳香、没药、黄金乳香没药。前面有2个人呢。等一下，你们，荣仔、阿唐，你们居然也在？这人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好像没看过他。应该是哦。喂，等一下，那个你们，好算了，你们是不是在跟一颗星星走？对啊，你也有看到那颗星星吗？对，有一颗星星，很大很亮。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要来劫财的？有可能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有2个人。这位客官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，赶时间。等一下，你们是要去伯利恒找诞生的君王对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跟你们一起走吧，因为我也想去看他。
好吧，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5公尺，5公尺。乳香、没药、黄金乳香没药，乳香、没药、黄金乳香没药。就这样，怀着一心的小光，为了能更顺利地找到传说中的弥赛亚，得到昔日王的奖赏，便和博士们一起踏上了一段追星的旅程。你们快看，星星停住了。难道前面就是君王诞生的地方？ Let's go！ 奇怪，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？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遇到的都是认识的人，该遇到的也都遇到了。难道？那边那位年轻人也是跟你们一起的吗？怎么不过来呢？喂，你不是想看救主弥赛亚吗？还站在那里干嘛？哦，好。介绍一下吧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爸妈！这孩子挺可怜的，是不是太想念他的父母，才把我们认错了？有可能。你看，他都看傻了。爸妈，是我啊，我是小光啊。好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？他们又不是你父母，你再怎么喊也没有用。我，哇，这么热闹，看来我来晚了。犹太人的君王竟是降生在这种地方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于是大家围着降生的弥赛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兴高采烈地庆祝着。此时，小光却默默地退到一旁，远远地看着。明明都是认识的人，他们却没有人认识我，这种感觉好奇怪啊。年轻人，你叫小光对吧？你怎么看起来心情很不好呢？妈，不对，我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是谁，但是他们现在应该也很担心你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呢？其实我……怎么了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都可以说出来哦。我不是啦，其实我家就在附近啦，只是吃饱没事出来散散步而已啦。没想到刚好遇到你们，你们看，就在那边，很近吧？哈哈哈哈。那你还不赶快回家？好啦，我这就回家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回那个东方的时候啊，千万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哦。他要是知道耶稣降生在这里，会带兵来杀掉他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一时也说不清。反正你们要记得别回去找他就是。这只羊你就别杀了吧，它挺可怜的。哎呀，不会，我怎么舍得杀了妹妹呢？你们要保重哦。弥赛亚，耶稣，如果你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子，求求你救救我，让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吧。小光，你还好吗？别吵，我在穿越时空。你在穿什么啊？我没事。那我先回家喽。保重啊！我们有机会再见吧，我会记住你说的话。注意安全哦，以后啊，别再这么晚回家了。好，我会的。奇怪，你们的脸怎么
怎么都这么模糊啊？头好晕，突然好想睡觉。我不行了。这里是……哎呦，小光，你终于睡醒了。哎呦，还流一堆口水，是梦到什么啊？荣仔，阿长，我回来了吗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是吃错药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有听说吗？我们数学老师换了一个新老师哎。真假？这节不就是数学课吗？来了！不会吧？西律王？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数学老师。这位同学，你怎么了吗？你是怎样啊？快坐下，丢脸呢。没事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上课之前我有件事想告诉大家。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知道，今天是平安夜。咦，不会吧？没错，今天正是平安夜。那么同学们，你们有听说过耶稣降生的故事吗？不会吧？难道我还在做梦吗？今天是平安夜，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来到世上的日子。他的降生不只是故事，也是一份新的救赎，为我们带来新的盼望。